思维演变无共款啦。我著叫你讲故事，拢安尼讲，我讲故互恁听，啊恁抾茶互我兄弟来食，但是我毋是。咱小母庙就是上界生意，恁来到遮，咱小母庙甲准备上界好的点心，啊加一个凉水，我咱大家来甲饮用。庙，台湾首座就是正统鹿耳门圣母庙，所以在我们一般的信众，各位呢，都去把它误认，把它误会了，说正统鹿耳门圣母庙，这个是新庙，光见这新庙就错误了，因为圣母庙这种建造呢，它是全台湾省首座的庙宇，我们都把它误为新的庙，所以这个是相当一个误判了。今天就特别给各位做一个介绍。再来讲到我们民国70年左右，我们的这个台南市的市长以前是苏南成嘛很早了，苏南成他也当我们国民大会的议长，他在台南市当市长的时候呢，为台南市的建设非常的拼命非常的去把它建造，就在我们中华东路、中华南路那个地方呢，他去建造了一座非常豪华，我们都把它称为什么呢？国父纪念馆呢，它的分馆要到台南来了。当初台南人非常的高兴，能够把这个国父纪念馆移到台南来呢，当初在我们的年纪呢，我是42年出的所以在我们那个时候，我们感到非常高兴这个苏南成市长呢，能够把这个国父纪念馆的分馆带到我们台南市来，我们都相当高兴。结果完成以后呢，是什么？